兄弟你笨啦，這麼做太可惜了。整一豬頭餅嚟㗎，咁樣樣做嘅？突破常規，特事特辦，事急馬行田，釣魚執法，放蛇，表面和氣，內心兇狠，無聲狗咬死人㗎，表裏不一，欺騙，你掛羊頭賣狗肉，隱藏實力，詐魚，扮豬食老虎，小偷扒手，文雀，好大隻蜥蜴，好大條鹽蛇啊，冤假錯判，黑狗得食，白狗當災，那一些人都不是好人，嗰班牛鬼蛇神嚟嘅啫，這事情太難辦了。忘記了拿手機查一下。誒，你換新手機了？對呀，那舊的呢？舊的當然第一時間找壯壯上門回收了，賣了2500多。他們家價格公道，打錢又快又乾脆。現在壯壯不只收手機，就連球拍、球桿這類運動設備，還有 LV 包和腕錶之類的奢侈品都能回收。趁着舊的還值錢，趕緊找壯壯回收就對了。這事情太難辦了，老鼠拉龜喎，點搞啫？他完全不聽我的話，佢阿崩叫狗拱㗎，唔聽我講嘢㗎。年輕人敢闖敢拼，不要小看他們，人欺白鬚公，莫欺鼻涕蟲啊！